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27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先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28连假头一天，国道1号和国道3号平均时速无到20公里，南港系统到滨拿，南港的交流系统时速只有10公里。台北市欠停车费无纳的情形严重，国民提供未来停伫停车伫路边的民众，若袂记达钱，车顶会起红叶欠销的单。因为以前台东政府标是用飞行线载新船伫天顶绕境祈福，也若指南宫一年一摆食丁酒的传统，正式改发料理包。今仔日是28连假的头一天，嘛是国道车流量上界多一天。高公局就表示，早起7点过，落南的车就不哩多。国道1号和国道3号有一寡路段因为发生车祸，平均时速无到20公里。也若今仔日下晡点歌过后，南港系统到滨拿，国道3号往国道5号塌架真严重，南港系统的交流道时速只有10公里。28连假头一天，拜六早起7点过了后，国道就出现路南的车流，其中国道1号甲国道3号部分路段因为车祸的事故，造成后边的车太超5公里，河流量度呈现九色，平均时速是无到20公里。新竹系统以及我们的国一高架的中立内力段，其实都有一些事故而发生，那会造成短时间的止爆，但是其实我们在20分钟内就已经把事故尽量的排除。高公局表示，而且拜六是国道车流量上大的一天，全日交通量要加115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3倍。伫咧下晡1点过了后，国道3号往国道5号，伫咧10至是踏2公里，伫咧木沙嘛踏4.5公里。南港系统交流道车的时速敢若10公里，而且进入国道5号路南的路段，车流量增加，真侪人爱讲真正足塌的。国道5号比较塞啊，然后苏花改因为就有限速的关系，所以没有说到拥挤啊，但是就是顺顺的开啊，也没办法很快啊。另外，苏花改都早起5点开始，就一直有车，主要拢是往南的方向，有部分路段是行一个停一个，主要是塌伫咧苏澳要进入苏花改的入口的所在。从5点开始到6点、7点以后，那每小时就超过苏花改它最大的极限900以上，这是超过1000。那所以造成苏花改入口大概1公里半，慢到它大概有30左右。苏花改和平路段的车真多，公路总局强调讲，28连假返工的车潮预计伫咧3月初1早起10点来出现，下晡要到尾仔仔车流量会上济，呼吁驾驶爱提早出门，或者是坐大众运输工具来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开始休连假，有袂少人是真欢喜出门佚佗。不过，有一口罩对高雄高山要去台东佚佗，煞伫咧高速出意外，伫咧国道1号路南的路去互大货车顶落落来链仔牵着，坐伫咧副驾驶的太太当场无气死，也若坐伫咧后壁2个查某囝真着伤，送去病院治疗。会当看到行车记录器倒边头前的画面，有一个链仔跳过国道中央的护栏，直接撼到女行车，坐落来搁伫咧南向的车道链，弄到另外一台货车的车头，向撼到女行车，坐伫副驾驶的女性当场就无喘气。驾驶轻伤把他的车子自行行驶到外侧路肩，严谨到外侧路肩查看之后。当场那个乘客女士她的头颅那边破裂，去撼到女行车车顶规个毛落，十方玻璃嘛碎去，看得出弄到的力头有偌大。吊碎货柜大拖车驾驶到案，针对代志发生的过程是无加讲啥。大致迄当时链仔哪会去落去？应该货柜运营车驾驶自述，他轮胎脱落后，他并不知道行驶一段路由民众拦他的车子，他才下车查看，才发现轮胎脱落。旅行车内底是规家伙4个人，28连假头一天，打拄高山区的厝里出发，要去台东度假。经过国道1号路南364.4公里的所在，向去对向大货车落落来，链仔撼着。除了驾驶无代志以外，因太太跟2个查某囝，一个死去，2个人受伤。来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比较属于一个惊吓的状态啦。那表达的这个不是很清楚，有颅骨骨折的现象。那脸部呢，有多处的这个撕裂伤跟擦伤。那还好，其他胸、腹、四肢的部分目前
看起来是没有明显外伤啊。大拖车的驾驶接受侦讯的时阵表示，车头是伊家己的，拖车是甲别人借的，无清楚详细的保养状况，警方会调保养记录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疫情，今日咱增加3例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因分别是对英国、越南和菲律宾入境，拢无出现症头。指挥中心宣布，对3月初1开始，和确诊者接触过爱点处理隔离的人，必须爱符合1人1户隔离的这个方向。因那即马替咱台湾出国比赛的运动员，嘛列伫咧优先自有方式的名单内底。维护暴力桃园病院捐助事件，捌出现暗号863，护理师规家伙7个人确诊。为着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发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初1开始，甲确诊者有接触的居家隔离的人，爱采用1人1户的方式。家户的侵袭率，显然比以前是高的，所以我们在居家隔离，才要采取一户1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让这个家户内的侵袭率能够不要因为这个侵袭率而让更多的人的染疫。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上新版新冠疫苗优先的顺序，包括医疗院所的医事人员、中央甲地方政府防疫人员、高风险第一线的人员、可比国际航空的机组员、防疫车队的驾驶、防疫旅馆的人员等等，也有因为外交或者是公务出国的人、代表国家出国的运动员或者是选手、警察、宪兵、安养社福机构的人员。军人甲国安人员、65岁以上的社会人、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者，也有50岁至64岁的人等等，拢总10大类的族群，差不多1500个人，主要3000档的疫苗。这个运动员的部分，因为他们可能在最近就要出国去可能去东京奥运去比赛或训练啊，所以有需要施打疫苗，它也是为国争光哦，所以我们当初会把它列在这个里面啊。台湾透过 COVAX 平台驻运的476万剂的疫苗，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还未接到通知 AZ 疫苗来台湾的质量甲运送的时程，可能会较晚几天啊。2月27嘛是指挥中心预计开设满周年的日子。外头看台湾出现疫情较大，累计国内确诊拢总954例，伫全球193个国家内底排伫咧186名。发生的比率是每10万人有4个人确诊，致死死亡的比率嘛比其他的国家低真侪。代表国内对患者的照护做了真好。记者综合报道。交生疫苗拍算这1、2天就会使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紧急使用的授权，上紧后礼拜1就会使开始配送。正做美国伫咧辉瑞、Moderna 以后第3种得到授权，会当互注射的有风险。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22个专家小组26经过几天的讨论了后，表决赞成推荐交生的疫苗紧急使用权。That concludes the vote. Since the majority voted yes, we do have a favorable vote. 交生疫苗按算伫咧1、2天内，就会当摕到 FDA 紧急使用授权，上紧后礼拜1开始配送。加做美国伫咧辉瑞、莫德纳了后，第3个摕到授权会当注的疫苗。FDA 顶一日指出，只要注1剂的交生疫苗，效果差不多是66.1%，无比爱注2剂的辉瑞甲莫德纳较好，毋过有符合标准。美国全国卫生协会官员指出，390万剂的交生疫苗会当随时供货，也若 AZ 固定疫苗伫咧欧洲引起效果无够，真侪医护人员甲民众拒绝做的疑虑。德国卫生部长2日嘛甲顶一日法国总统马克宏同款，表示家己愿意做 AZ 固定疫苗。Auch wenn ich die Zahlen heute Morgen nehme, mein Eindruck, dass das vor allem auch was zu tun hat, sozusagen mit der Organisation, mit der Terminvergabe, bis das. 石巴恩指出 ，AZ 疫苗上大的问题是供应量无够，并唔是效能的疑虑。不过英国卫报指出，欧盟国家目前有8成的 AZ 疫苗放伫遐咧用无住，嘛影响到欧盟注疫苗的计划。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来看缅甸军事政变虽未满1个月，缅甸驻联合国大使2日公开伫咧联合国大会发言，讲家己代表昂山素姬选政府，呼吁国际社会用各种手段停止政变。而且美国、不过中国和俄罗斯2个国家有关表示，缅甸政变属于内部政治的问题，国际社会无应该插手。缅甸第一大城仰光的街路27个传出枪的声音，反军政府民众继续发动示威，警方搁一届来开枪，甚至是用催泪gases来驱离示威民众。
2月1日缅甸军事政变就要满1个月，连续几个礼拜反政府示威，至少造成3个民众甲1个警察死亡。较大的大罢工嘛，差不多互缅甸无法度运作。不过军方的态度也是大真硬，到头也唔肯甲国务资政翁山书记等等的民选政府官员放出来。军方新选的委员会甚至宣布去年11月份的国会大选无效。缅甸驻联合国大使日前伫联合国的大会顶悬公开表示，家己代表民选的翁山书记政府，嘛呼吁联合国甲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政变。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support, we need further strongest possible ac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mmediately end the military coup, to stop oppressing the innocent people, to return the state power to the people, and to restore the democracy. 讲到激动的所在，军武盾各用缅甸语向国内徛伫街路的人民发声，鼓励因加油，绝对袂当放弃。而且甲上顶反政变的3支砖头啊举起来，大会现场嘛随出现拍扑的声音。ဒီရေတော်ပုံမုတ်ချအောင်မြင်ရမည်ဖြစ်ပါတယ်ပြည်သူသားအဓိကပါရေတော်ပုံအောင်ရမည် And thank you Mr. President 联合国缅甸特使博格纳发言来呼吁缅甸军政府唔通阁延前，必须要允准联合国的人员入境。实际了解缅甸的状况，不过中国甲俄罗斯的代表阁一概强调讲，缅甸政变属于内政问题。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看转来国内，根据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的统计，去年台北市讲民众去停车全无纳停车费，有22万外件，计共2600外万。台北市长郭文铁即马就讲，准若停车费欠1礼拜，台北市的公有停车场就袂搁再互你去停。那准若你是停伫咧路边无纳钱，车顶卖去行业欠销的单，提醒民众就要会记伫报单纳停车钱。机车顶悬有高高一塔的停车纳钱通知，车主所拢无要纳钱。台北市有真侪即款的欠钱大户，互台北市府是正头壳疼。根据停管处的统计，去年停车欠费的件数就要到22万8千件，金额是要到2650外万。针对这件代志，台北市长郭文铁按算制定新政策来杀禁令，若是民众停车欠费1礼拜，就禁止来停公有的停车场，就算讲改停路边的停车格，嘛会打欠钱的公告。缴费是应该的，那贴标签，我觉得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有点过了，可是我个人是觉得你就缴费就对了嘛。民众表示认同，使用者本来就爱付费。郭文铁表示，无纳钱的人应该来做记载往来户，透过这方式会当解决905以上的欠钱案件。针对这件代志，台北市停管处指出，民众欠费超过300块，得收到短信通知来纳钱。针对欠钱的大户，要甲10万块的车主，都2018年7月份开始，嘛有新的对策。欠钱的车若是停伫咧收费的架内底，停管处收到通知了后，得强制执行分数来查封车。停信催缴跟拨号催缴2个阶段。对，那如果说还是没有缴的部分，那会产生这个罚单。那如果说这些程序都走完，那还是没有缴的部分，那就会走到这个强制执行。民众有时候一时忘记，1个礼拜你就让他不要到公有市的停车场，会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困扰？好友义尊重郭文铁的想法，不过认为讲定定法规应该符合比例原则。停管处表示，目前到催缴阶段，后来有纳钱几率其实是要加99.4%，敢若0.6%爱透过催收处分甲强制执行。针对郭文铁提出更较强的手段，拒绝欠钱的车来进入公有的停车场，停管处表示会来入去参考，建议会当做而且更较有效率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当是往来采收的时间，但中国伫咧即个卡岛宣布3月初1开始要暂时停止进口咱的往来。咱台湾有农会是请贸易商斗3工，希望增加外销去日本的数量。因若全国往来产量第2大的台南，政府农会是宣布要加买寡量，家己来做加工，希望降价冲击。往来采收了后，若要外销，往来尾就要转水，才会保持青笑。农民卖甲下底叶啊剥合解，提供相关单位检查敢有虫害。这个种北背啦，就这道这个种这个有的。高树农会顶一日才出口1批往来去中国，理事长洪华进讲，中国当年就咧喊讲要禁止进口台湾的往来，今年1月底，佫听到风声，就是讲是假消息，想袂到即届是真的。冰箱内底也有准备要销去日本的往来，
面对外销中国无顺利，伊讲贸易商有讲要协助争取增加日本的订单。这是口头上啊，无正确啦吼。但伊昨有大话，伊讲3月初以后，伊要改一季40手。哦，这是增加。中国话禁就禁，伫屏东种莲雾的农民嘛感觉伊真阿爸。虽然今年莲雾的产量无济，嘛已经到尾期，不过伊烦恼讲，即嘛当伫咧生的山啊，有2成是袂去中国，惊是后一个受到影响的水果。应该是会较烦恼山啊尔，养养较好啦，你也无通好生活，其他拢免讲。屏东因为产期上早，第一个受到影响，第二大的产地台南3月开始采收，地方农会答应讲。会协助收购更较侪往来来做加工，避免伤侪进入市场，冲击到无加工往来计数。往来所，伊的原物料的用量会较大，往来上，迄个阮做的凤梨销售，陆小可嘛是一定配合讲中正南未来受降遮的农产品，来稳定这个鲜果的市场。台湾销去中国的往来已经有4个多月无验出介壳糖。不过，中国也是以几啊届有验到，才做暂停进口的决定。农委会表示，原底要销去中国5万多吨的往来，会以提悬奖励的方式鼓励销去其他的国家，目标是3万吨，另外2万吨做加工。农委会表示，目前已经2届收到中国的回函，不过因并无回应台湾提出的疑问，所以来也是会持续透过管道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促转会伫咧今年5月份任期就到啊，敢会延长运作受到外界关心。台湾民间真相和和解促进会今仔日开记者会，认为讲促转会伫咧白色恐怖调查报告程度为悬上顶，追究加害者责任等这部分，拢无明确的进度和作为，认为任期到就要结束。这是我们要跟威权时代做个了断的时候。只有跨出这一步，台湾的民主才算是真正的巩固。2018年5月，总统蔡英文主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报答和挂牌典礼，宣示促转会正式成立。正做任务型机构的促转会，这2档外的时间，针对查明历史真相、社会和解等的面向，伫咧拍拼。不过，各民间团体认为，针对促转会核心的任务，像完成白色恐怖调查报告，程度为悬上顶，也有追究加害者责任，促转会并无做适当的处理。5月份任期到就要结束。2016年大赢了300万的选票。他说：“我们会从真相调查与整理出发，预计在3年内完成台湾自己的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这个是蔡总统在2016年给的公开承诺。民间团体向民进党发声，认为促转会上主要的工作就是完成转型正义的报告书，后续法案的规划和任务的交接，嘛要伫咧总结案的报告提出建议。我们其实期望促转会依法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就结束。那对他真正的期望，事实上是要能够发挥尚未规划的这个功能，然后桥接这个相关的业务进入到相关的这个部会。针对民间团体建议，促转会表示会谦虚检讨不足的所在，嘛会继续整理各项成果向外界报告。等若促转会完成规划以后，接落去要安怎执行，会继续来听外界的意见。记者阿明金林玉凯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讲，今仔日旧历正月16是南投县指南宫1年1摆食丁酒的日子。不过，就惊讲疫情的扩大，今年是改发料理包。未少善男信女半暝啊，就来排队。指南宫讲，永年拢有10万人会来遮食丁酒。今年是传35000份的料理包，希望兼顾疫情，嘛，互这项200多档的传统会当继续长。锣声响起，竹山主人公正月16食丁酒的传统民俗活动开始啊！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甲以往无相同的是，改用发料理包的方式，和这个传承200多年的风俗，会用继续办落去。你生查甫的太早鸡啊，就是要家里的男丁来吃，所以我们叫吃丁酒。以往都是超过10万人来吃丁酒了，今年就是我们发料理包，我们准备7万人份的这个料理包，要大家吃。大概但是素食的方面嘛，就将近1万份。每年拢来信徒感觉改发料理包更较好，因为安尼连村的人拢用做伙分享，还佫有少年人头一摆来排订酒，感受热闹的气氛。
往年我们有在这边吃啊，今年当然是疫情不能吃啊。然后第一次来想说来拍看看，对，就是带回去给家人吃平安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对。然后防疫期间也有做到就是人流的管制，我觉得很好，对。虽然改用料理包，但是民众游玩真热情。27号上午无到8点，都有2万多人来排队。庙方表示，改用料理包的方式成本较悬，初估市价超过300万，但是有业者友情赞助，嘛希望信徒吃平安，有信心做伙来度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国泰民安，众人拢身体健康，这已经是咱大家的新年愿望。台东市即摆有一间庙，用飞行线载老婆大地的神尊，伫咧空中绕境祈福，希望疫情会使量早告一段落。我拉住。好 ，OK。全副武装准备要起飞，不过详细看，这个信徒行前某一个神尊，手阁拿一台卡梅拉，要把这个真罕得快伫天顶运镜的情形记录落来。飞伫花东唱国的天顶，飞行线伫空中飞行运镜20分钟，落尾平安降落。这个某神尊的男性是台东一间供奉祖神是老婆大帝的堂主，伊讲即个伫天顶运镜有得到神明的同意。吕布大帝呢，他是掌管瘟疫的，然后我们希望说吕布大帝他只是说要来做我们翱翔飞行伞就是等于说能够驱瘟，然后赐福哈。台东烟过伫正月15、16，元宵节时阵拢会举办大型运镜的活动。今年因为防疫，顾不哩将来取消，所以庙方决定以无同款的方式，请老婆大地搭飞行线伫空中运镜，保庇台湾平安。没想到这次可以载着神明在空中巡视祈求风调雨顺也愿祈求飞行员飞行平安。这个圣诞的堂主表示，老婆大帝头一届伫天顶出巡，信众是拢真支持，嘛希望透过这届运镜替台湾祈福，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新竹城隍庙的元宵歌仔顶比赛，受疫情影响，今年参赛作品虽然有较减，不过也有100多件。其中有一件是用3D 的技术，展现已经过身的雕塑家杨英峰以经典的这个版画作品做伙来欣赏。利落的线条、立体造型，已经过身的雕塑艺术家杨英峰的版画作品《盘里》。即马透过另外一位艺术家张义军的团队，用传统歌仔顶立体方式来重现。很有特色啊，跟其他花灯不太一样。自己是新竹子弟，然后大概从国中的时候就有来参加城隍庙花灯比赛，到现在也快20几年。那以前在做花灯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杨英峰老师的作品。那今年刚好是牛年，而且杨英峰老师他刚好也属牛。张义军讲到创作过程中上困难的所在，就是爱把版画作品特有的风格转变做3D 立体的风貌。这项作品经过真侪摆的讨论甲修正，团队大力拢会赶工。焊了又拆，拆了又焊，然后包括布料的选择啦，然后那个所有上色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去想，把杨英峰老师他原本在做刻画。版画的时候的一些的线条，要保留住，但是又不能够太超越。除了这件野马的二处创作，城隍庙内底嘛有传统的歌顶挂满满，每一件拢是全手工作品，而且拢甲今年西上牛年有关，充满热烈的过节气氛。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明仔载是日拜连假第2天，天气会变好，小路高舒适，早暗会较凉凉。这款稳定的天气会一直到后礼拜1，不过后礼拜2会阁有冷空气来，北部上低温可能到20度以下。咱做伙来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再来，在中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金门、平湖、马祖12度到21度。
带乡亲做伙来去德国看人出世。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